同心来祈祷，希望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伫过去的一礼拜久，阮得到你的帮助，无论顺境也是逆境，主你拢教阮三甲美地，互阮享受你所赏赐阮十足的平安。所以，当阮用欢喜的心志，搁一遍来到圣殿敬拜你，望透过今日的礼拜，搁一遍甲你有亲密的沟通，会当了解你的心意，领受你所赏赐的快乐，互阮所行所做，会当凡事合你的心意。是阮的主啊，恳求你只是安静阮的心，帮助阮排除所有会影响阮敬拜的代志。我用专一敬虔的心来得到你的欢喜。阮特别将今早起服侍正当工，拢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无论献诗、抒琴、书会、传讲信息，也是做圣礼典的服侍，我拢得到主圣神的带领甲充满，互阮会当帮助众兄弟姊妹，将因的心志表露出来，来荣光你的圣名。亲爱的主啊，阮特别将阮的教会仰望交代伫主的圣手，求主亲自赐福看顾。特别教会逐项事工，求主带领，阮所做的真正当合你的心意。今日下晡，阮也有分堂要设立做新的机会，求主甲万德福教会三甲地地保守看顾因，或者新成立的教会会当荣光主的名。是阮的主啊，阮也将教会所设立的机构，拢仰望伫主的手中，求主亲自带领看顾。透过所推动的逐项事工，互万民得到祝福。阮也将阮的国家仰望伫主的圣手。主最近有风台对南部侵袭台湾，恳求主你保守，互迄个灾害无抵到过大。保守所有百姓的安全，互阮的财产、产业得到保守看顾，互阮会当继续正常的生活。是阮的主啊，恳求你怜悯看顾。我也看见着这个世界有完充满真侪纷争，求主怜悯，赐了真实的和平公义伫阮的中间。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祈求伊的指示。这时，请咱起立来吟新圣诗20首，圣父上帝踮天顶。这是咱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日本丢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地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被死人中活，上天打坐转移地上的大门，会对遐甲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国公平教会，圣道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活命。阿门。像这，这是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伫圣主日，阮即群受蒙受恩的囝儿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并感恩的心来敬拜阿罗你。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天顶的星神、地面的万象，拢照你的旨意来运行，四季分明，显明你的智慧甲慈爱。我们做声来学罗你。今仔日是圣餐主日，感谢你垂见主耶稣为阮牺牲流血，互阮的罪得到赦免，互阮的性命得到永远活的盼望。
当我领受这饼甲杯的时，原你的疼搁一遍充满阮的心。互阮纪念你的恩典，会当坚定跟对主的脚步，直到你过来。伫这个动乱不安的世代，世界还阁有侪侪所在受战争的危害，丧失侪侪无辜人宝贵的性命。主啊，求你怜悯因所受的灾难，安慰受创伤的人的心灵，医治因肉体所受的疼痛，互仇恨停止，互和平紧紧临到。主啊，阮也要为阮心爱台湾向你来恳求。面对台湾内部严重的对立甲纷争，加上外来的军事威胁，求你赐智慧和执政的领导者，带领台湾行入正确的道路。愿台湾人民会当一心一意、团结合作，共同来面对一切挑战。主啊，阮感谢你110几年来丰盛的恩典甲扶持。我相信教会大项的事工，拢会当得到你的看顾甲带领。愿阮所做的拢会当荣耀你的圣名。今年10月，教会要举行中级的改选。主啊，你是教会头，求你拣选合你心意的工人，甘心侍奉，有意向、有信心。做伙来服侍教会各种的事工。本主日是总会所定社福事工关怀主日，我要兄弟共同来关心总会甲本会的所有的社福的事工。双连心总分堂经过3年外来牧师甲正当工的努力，伫今年3月，小会正式通过设立做主题同会。教会名称做万德福长老教会。今仔日下晡3点，伫双连社福基金会1楼要举行成立智慧的开设礼拜。愿主丰盛的恩典临到，互万德福教会就亲像教会的名，互万人得到福气。所做拢会当荣耀主的圣名。我也要为教会中身体欠安、心灵软弱，或是丧失亲人兄弟姊妹，你来恳求，求你用温柔的手来扶持、来安慰、来医治。就参像诗篇所讲，耶和华亲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愿你诚做因及时的帮衬，因定心阁得到快乐。阮的祈祷无够完全，要用主教是阮的主祷文祈祷。启应文29篇，伫圣诗后面44页。恁着落耶和华，我一生要落耶和华。恁无得倚靠君王，无得倚靠世间人，伊一个断开就归土。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衬，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
耶和华讨帮受关假的，耶和华扶持受压制的人，耶和华保护出外人，扶持孤儿寡妇。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恁就好了耶和华。下面要请圣歌队来赞美，今仔所要吟的诗是圣在，圣在，圣在。愿一切恶路拢归于上帝。这时，请咱来恭读圣经记载的
第一位圣经是箴言26章13至16节，台语的汉语本是1257页。贫惰的人讲：路年有屎，过路年有猛屎。贫惰人伫眠床过来过去，亲像门开来开去。贫惰的人手伸到盘呢，摕到喙嘛嫌废气。贫惰人看家己真巧，赢过7个熬应答的人。第二位是箴言24章30至34节。我经过贫惰人的田园，无知识的人的葡萄园，看见刺皮发甲满满是，草刺也砍地面，石床嘛倒落去。我看见就深深想，看了得着假死。搁困一久啊，搁眠一时啊，搁听一个啊。散车就亲像贼来，欠缺亲像强盗狗。愿上帝话成做咱性命的帮站。下面要请本堂的主任牧师、大牧师，伊要来分享的信息是：无做贫惰人，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天主教会认为人生中间有7种上界大的罪恶，就是骄傲、愤怒、怨妒、邪淫、贪婪、博识、甲分断。因为撒旦会利用这人生的软弱来试探咱，所以咱一定要提防。今日咱要来甲大家分享。其中的一项就是分段，牧师的题目听做无做分段人，咱会用几讲的时间来讲，莫做分段人，爱温群工作。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的话充满力量，有气力，会当更新调整阮的生命。阮特别将阮本身仰望伫你的手中，求你用你的话来调整阮，来教示阮，互阮会当照你的话去行，来满足你的心意。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今日咱要做来领受的经文是《箴言》26章13节到16节。这段经文的主题主要是讲起分段人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咧警告咱，唔通做一个分段的人。为什么圣经爱咱唔通做分段的人？上界主要原因是，咱的上帝，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温群的工作者。咱人是照上帝形象所创造的。所以，咱人应该爱亲像上帝相款，是一个温群的工作者。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上帝对创世纪第1章第1节，伊就开始工作。伊工作6天了后，休困1天。了后咧，其实咱会当想象，上帝伫第7天休困了后，伊继续工作，伊佫开始工作。上帝做啥物工作？上帝的工作就是依持照顾这个世界，互伊所创造这宇宙会当持续去运作。所以伫圣经中间，咱看见着上帝是遐尼温群的工作，而且伊是不断咧依持咧照顾伊所创造的人类。所以这世个人见证讲，看以色列的保护者，伊无拄面，
也无困。上帝不断持续，无停止咧照顾人甲万物，以致宇宙一定的运行。虽然上帝以致宇宙的运行，但是咱拢知人因为罪的缘故的影响，互这个世界愈加乱七八糟。所以上帝除了维持这个世间的运作以外，伊阁爱去处理人受到罪影响的问题，所以伊阁爱做一个救赎的工作。所以对旧约开始，上帝就差遣历代的先知来到世间，去考劝人类爱改变，毋通受罪恶的捆绑，爱回来到上帝遐。最后，甚至伊互伊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降生做人，透过伊的受死来救赎人的罪，透过伊荣耀的国活甲上天，互人变做有愿望的人。当耶稣国活上天了，上帝嘛无停止伊的工作，伊阁差遣圣神伫每一个信徒的内底动工。所以上帝一直拢在工作，一直拢在工作。咱人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咱也爱亲像上帝相款，伫上帝的旨意中间爱工作，甚至工作是上帝的命令。上帝命令人工作，上帝讲：你6日爱做工，第7日爱安息。互你有做工有安息，然后佫有做工佫有安息。互咱安尼维持这个世界的运作，甲上帝做伙参与伫这个世界新的创造中间。伫新约中间，保罗先生伊嘛甲世人讲，若有人毋肯工作，就袂当食饭。因为当时阵有真侪信徒认为讲，世界末日得要到啊！世界末日得要到啊！这时常咧流传，想讲昨嘛是世界末日，毋过咱今仔抑个，迄个伫遮活跳跳，伫遮咧敬拜上帝，当时阵就是讲，当时的人相信讲，耶稣得要过来啊，世界末日要到啊，所以有一寡人伊就停止伊的工作，无要做工，要坐咧听候耶稣过来。所以保罗就勉励信徒讲，检差听候主过来，犹原袂当仍然无代志做，犹原袂当分大。若有人无要做工，就袂当食饭。人就是爱温困，所以咱今日简单地大家讲，人袂当分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咱所信仰的上帝是一个做工的上帝。上帝无依赖咱分大，而且对圣经的教示中间，就是咱来真做一个温困做工的人。接续的经文就咱讲，分大的人有3款的现象。第一个现象就是分大的人伊会找借口，愈分大的人借口愈多。一个人若无想要工作，伊会当找几万的借口来提示伊的工作。所以今日经文一开始讲，分大人讲，路顶有狮，街路内底有猛狮。咱拢知影，狮通常是伫山林内底，还是讲伫旷野内底？街路内底真少有狮会出现嘛？无想要工作的分大人，伊找借口。我讲路林做危险，有狮，所以袂当出去工作。我比伫厝里较安全。这当时嘛是咱讲，分大的人，伊惊挑战，伊无愿意接受挑战，因为伊惊去拄着困难，惊去拄着危险，所以伊讲等踮厝里较安全，休困较安全。咱人生中间总是有即款软弱，爱找借口。圣经内底嘛，足侪人拄着
上帝的呼召，找借口。上较出名就是摩西。摩西伫旷野拄着上帝，上帝爱伊去对法老讲，爱伊带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结果摩西大概是真惊去承担遮尔重的责任，所以开始找借口。伊讲：上主啊，你毋通找我，我是一个无口才的人。你甲我讲话了，我嘛无改变，我就是一个爱喙齿真钝的人。上帝对伊讲：是啥物人互人口才？是啥物人互人看见？是我上帝，所以你就去，我会帮助你讲话。从此来保证讲，我会帮助你讲话哦。我会甲你讲，你要讲啥？但是摩西也是提示啊，讲主啊，你找别人去。这个时阵吼，上帝就生气啊！伊对摩西生气，讲啊，你毋是有一个哥哥利未人亚伦，伊真有口才，所以我会甲你对伊讲啥，伊就替你讲，伊是你的代言人，你就亲像上帝同款，指示伊讲啥物话就使。结果咱来继续看圣经，其实圣经记载尾仔拢摩西咧讲啊。亚伦讲的真少啦，所以摩西毋是无口才，伊是无想要做，提示找借口。圣经内底真侪人物，伊无要接受呼召，伊就是找借口，无要完成上帝交代伊的使命。但是咱来知影，成功的人是找方法。只有笨蛋的人找借口。我记几日当前，总会捌邀请德国的一个牧师，叫做斯密特牧师来访问。斯密特牧师伊出世，伊老爸母看到伊就惊一跳，因为安生出来了，伊身体就有欠缺、有缺陷。伊的两只手领有这手的头前尔，倒手有一圆，但是无头前这个手骨嘛无，咱这手掌无手掌，骹大细肌，伊的正骹比倒骹较细，所以伊必须要穿迄个。义肢伊才会当行路。但是伊是生活伫一个真有疼的家庭中间，所以伊父母用正常的心态来对待伊即个囡仔，培养伊即个囡仔。伊来台湾的时阵伊落去南部，我全程我拢来接待。对伊的专讲中间分享，伊讲，伊歹因为伊的身体即种欠缺，伊祈祷求上帝加心力，互伊的骹会当生出来，互伊手会当生出来。但是伊祈祷了，上帝确实无应允伊，无所有的心力发生，伊手无长大出来。所以既然安尼，伊讲，伊就勇敢接受上帝予伊一切，伊无找任何借口，所以开始伊练习伊生活爱做的代志，伊差不多会当完成生活中间所有普通人做的所有代志。伊家己洗喙，家己洗面，家己煮饭，家己煮菜，甚至家己开车。伊看别人咧运动，伊嘛真爱运动。伊看一寡人咧拍乒乓，伊想讲伊嘛想要拍，所以有一个阿叔帮助伊做一个特别的迄个球拍来倒伫伊的手顶面，互伊会当甲人拍乒乓。后来伊就安尼练习，变得真敖。伊伫这世界级的甲欧洲的地区的身心障碍的运动比赛中间，甲残障奥运得到真侪奖牌。
伊捌参加过7届的残障奥运，就4块金牌，4块银牌。所以无找藉口，努力接受伊的现况，克服伊迄个天生的障碍，互伊会当超越过伊所拄着的困境。这是伊来台湾的时阵，阮来接待安尼看袂出伊安怎你看，伊这是伊咧用签名你看伊无头前迄个手两只手安尼夹的。我甲伊做伙食饭伊嘛是用安尼食呢用安尼用迄汤匙家己吸，家己食，都是有办法就是甲正常人拢差不多。佫真会拍球咱普通人拍袂赢伊所以伊克服伊先天的迄个脱碍，超越过伊会当所做的所以咱来理解就是讲，本大人无想要做，找一大堆借口。成功的人，伊就是找方法去突破，这是咱爱去学习的。佮另外，本大人伫这段经文中间，甲咱讲叫做爱食好做功课啦，好逸恶劳啦，这段经文真趣味。伊讲门安尼开来开去本大人伫门床顶嘛是安尼变来变去啦，无想要起来啦，变规步变袂起来，因为倒伫门床顶较快活嘛，无要起床面对挑战，本大的人拢是爱安怎爱安息爱安逸啦放弃工作啦一句讲了愈清楚。伊讲安怎本大人伸手摕食，连放入去家己喙内底嘛是嫌麻烦我去细汉，咱拢有听过一个故事啦，讲一个人带一个某做笨蛋啥物拢无要做，规日倒伫门床顶生活拢爱人照顾有一天，这个人讲我要出远门所以惊伊某枵死做一块足大块的饼中挖一空来放伫因某的头壳顶安尼安尼讲我出门你著家己食叫转来了，因某嘛枵死，为虾米？因为你食头前的啦，后壁分段来踅过来食这当然是一个故事啦。但是讲一个人分段就是安尼啦，无想要做代志分段的人上后安尼讲，就是讲搁等一下，我等一下较做，我后一遍较做我即马先莫做，我等下较做但是如果你若有真侪梦想，你若无去执行，永远无法度完成你的梦想，无法度互你的梦想成真毋通做一个笨大人佫有笨大人伊会抓出家己真聪明圣经讲笨大人看家己比七个敖应对的人更较有智慧伊笑别人拍拼都有人咧做就好我莫做互别人去做我轻松你看这个老岁老官安尼但是圣经人提醒讲，这不过是一种变相的愚妄。咱看分段人看起来那聪明的，拢无要做；温困的人看起来那愚妄，拢伊咧做。但是咱知影一句话叫做“吃亏就是占便宜吃亏就是占便宜”。如果你若温困，你一定会得到别人的尊敬。我记得我2003年有一个机会去瑞士进修半冬，
阮拢总有20几个国家的学生去到遐，做研究、读册，真济无共款的国家的人伫遐，我是唯一的台湾人。我心肝就想一点，因遮人可能一世人尔看过一个台湾人尔，以后嘛不一定会看到台湾人所以我就是爱替台湾人争取阳光咱台湾人就是有一个特色，就是较勤俭、较温驯较认真做工因为我看我去遐我咧看伊遐来做工的人，我拢看袂习惯。我去的时阵，我有一间校舍咧装潢，咧修缮我看伊遐工人会早9点去上班，开始做做到10点半，休困一下，食一个上午茶，啉一个茶，食一个饼，食差不多半点钟40分钟，食，搁做差不多1点钟休困，休中昼，中昼就搁去困，困到下晡2点，搁起来做，然后做到3点半，搁去食下午茶，搁食半点钟40分钟，食，搁做差不多40分钟就下班啊。所以我咧估计伊迄个装潢咱台湾人去做差不多2礼拜就做好啊。我去遐半冬伊若袂做好，逐工都拢足侪人去遐做都做袂好。虽然其实咱台湾人是真勤俭，搁真认真工作，所以我去遐我嘛是爱认真工作阮伫遐咧读册除了训练以外读册以外，伊阁有生活的训练，就是你爱去服务，爱去厨房内底服侍，斗洗碗，斗款遐食了剩的物件，爱去扫迄个校园内底的区域，有真侪人那分到这工作有时就无想要做，就请假，就爱拜托别人去做，伊若要拜托人伊拢知影爱拜托啥物人，拜托我，因为知影讲我会爱人帮忙，所以我就爱去迄个厨房斗3工，去厨房斗3工这有真侪好处。我妈妈细汉就老我讲你若将来找无头路，你就爱去厨房斗3工，袂枵死。厨房内底足侪物件所以你若甲厨房的遐刀子师傅遐工作者有作息的时阵因拢会特别对你做好。比如讲有剩一寡物件，伊就摕你摕去食有时办迄个宴会剩一寡酒，伊嘛摕互我而且阮咧食饭是，就是讲你摕一个盘去到遐，伊会帮你砍伊看到我拢较济拢对我特别好啦因为我拢去厨房内底义务帮忙因为帮忙了到要出名咧，到尾我要转来的时阵阮全班送我一个礼物就是这条桌布，送我这条桌布内底有20几个人写的字啦用因的话写的大多数我拢看无，因咧德国我嘛看无若写英文的看有啊我看有一个写讲我是厨房的天才所以你较勤俭较温驯一个人会尊敬你，人会学到你。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
本大的人若准家己真聪明，但是伊失去迄个尊严。你若较温驯呢，人会尊重你，会欣赏你。而且本大的人，伊结局会真凄惨。咱来看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伊安尼讲：我经过本大人的田园，无知的人的葡萄园，刺皮生满了地皮，刺草看满了田面，石树嘛倒。我看到，我就留心思想。我看到，我就领受了一个教训。你去困淡薄时间，搁拄眠淡薄时间，抱咧手，搁倒咧淡薄时间，你的创伤就哪亲像强盗速速来到，你的欠亏就亲像摕兵器的人来到。意思是讲，无努力就无修行，无修行人就变做创伤。虽然上帝真关心创伤的人，但是伊无爱分大的人。分大的人会低到失去真侪物件。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一定要做一个温驯的人。牧师分享这篇信息，毋是简单期待大家伫工作顶面、事业顶面爱做温驯的人。无做分大的人，特别是要提醒大家，咱伫福音事工顶面，绝对毋通做分大的人。咱来做一个温驯的人，因为咱每一个人拢接受上帝极大的恩典，嘛拢有上帝互咱传福音的使命，所以千万毋通分大，毋通无要去做。咱伫教会内底真事是真好。有兄弟姊妹彼此相听，但是咱要理解，伫外面也有真济需要拯救的灵魂在听候咱。咱来温驯做工，互这个人有机会去听到福音，互上帝的圣神亲自伫你生命中间同工。咱甲上帝做伙同工，咱温驯做工，上帝嘛温驯做工，互得救的人拿加天。我真爱一首圣诗，咱今日无机会通唱，但是我念互大家听。讲主当我有气力的时，我要做你采用；我心充满欢喜的时，要学乐你无停。我无要逐生听世间，才来传你的听；无爱年老软弱的时，才为你来行。我要热心为主跑走。为上帝国祷告，让我骹手拢袂亚线，紧紧来行天路。我深深要为你勇行，用虔诚服侍你，信心坚定，言行实正，时刻互你欢喜。当我年轻，愿主经我，使我仰望喜乐，所有快乐拢献互你，做你尽忠劳碌。咱每一个人，拢应该爱温驯做工，做主尽忠的劳碌。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甲阮三甲之地，赏赐阮贵力，互阮会晓得用温驯做工的心志来祝福别人，来荣光你的性命，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现在起立来吟圣诗215首，耶稣身躯替咱定死。
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那属伫伊的教会陪参者，就是已经接受过圣灵洗礼，就是坚信的兄弟姊妹，三甲来守主的圣餐。请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要喙焦耳目耳的人，就来就近我，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三甲之地。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先生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来八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记来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亲爱兄弟姊妹，当主耶稣互人卖迄一暝，伊有摕饼祝谢，所以咱逐生照伊的模样来感谢上帝。咱同心来祈祷。亲爱主，现在阮照圣经耶稣基督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为着纪念主耶稣基督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即时差遣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的摆列伫你的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恩典的帮助，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互阮持续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间，通荣耀你的圣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咱顺着双手，用恭敬的心来接受这个饼。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
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三个来领受。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信仰，伫我的会所设立的。因既然啉的时，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着咱流的，咱摕到了，伫心中感谢主，因为伊流出宝血，洗清去咱的罪。
这个杯是新约，主要所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要是就给安尼来纪念伊三甲的领袖。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要所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咱同心来感谢。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精华的食物，也互阮知阮真正是圣经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亲爱的主，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让慈悲帮助阮，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待了会通用阮的性命来荣耀你的圣名，以得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请咱备办心来奉献。咱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现在天父，感谢你赐阮一切稳定。阮将你赏赐阮的金钱甲财情奉献予你，做圣工的路用，求你接纳，也求你帮助阮有甘心服侍的心，一生行伫你旨意的中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真济。这碟来报告，咱来看招报第4页。本周特别事工，本主日为总会所定社福事工关怀主日，呼吁兄弟共同关心总会平安基金会所属社福机构连结教会甲社区资源所推动的社福事工，包括对常年长辈、身心障碍朋友、劳工、移工、海外渔民、原住民、单亲家庭及弱势族群的服务甲身心灵的关怀。咱来看具体的关怀。本会地敦仁长老伫6月25日安休主怀，约定伫7月26日礼拜六上午9点，伫台北市怀爱馆景仰楼1楼至中1厅举行日念礼拜。也要伫迄天下晡2点，伫本会10楼礼拜堂要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本会会友潘希珍姊妹伫6月28日安休主怀，请兄弟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为主。特别事工，7星中会已经伫6月份的中委会中同意本会新增分堂成立支会，并且接纳用万德福教会做名，将做7星中会北一区双联教会开拓的教会，也推派本教会做母会。万德福教会定伫今仔日下晡3点，伫本会新增社会福利基金会1楼要举行开设礼拜，欢迎兄弟来参加。部长的报告。教社委员会消息，纵跨台湾政界训练课程内容进行搜救，时间是7月20日10点半到下晡点半，地点伫本教会12楼，对象是社青，或者是已经有上过纵跨台湾初阶课程的，费用有100块，咱就让陈美成教授来报名。报名日子到7月13日为止。以上报告，下面要祝福齐恳，请做牧师。咱今日要做新的一期的中保大道事工大道者祝福甲齐恳。请伫即堂有担任中保大道事工的。这大道者，请来到头前。这是恁徛踮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恁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差派，献身伫中保大道事工，恁着诚实来回答牧师所问恁的问题。恁敢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差派，献身伫中保大道事工，担当祈祷的使命甲责任？恁有约要安尼行无？恁敢愿意彻底遵守恁甲上帝约束的时间？伫这中间，愿意忠心参与服侍，恁敢愿意安尼做无？恁敢愿意伫祈祷室内底教会事工，或是个人大道事项，就独独甲上帝沟通？除了已经伫教会公开的大道事项以外，所有大道的内容必须要人保密。你有约要安尼行无？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双联教会小会官兵，设立恁做中保大道大道者，恁着谨慎恁本身的行为，甲恁所做，常常注意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
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恁向后转，咱用鼓掌来鼓励因。咱其他的人来咱参与伫中岛大祷事工，就是咱写迄个大祷卡，因来伫大祷室内底替大家来服侍。好，多谢，请恁回座吼。这时阵牧师来介绍今仔日几位新的朋友。第一位是陈建宏兄弟，陈建宏兄弟，坐伫后壁遐，欢迎。第二位是陈泰德兄弟，陈泰德兄弟，毋知坐伫倒。还有一位是即个蔡福成先生弟弟兄弟，蔡福成兄弟，毋知坐伫倒位。其他个有第一遍来甲咱做礼拜，无介绍到。请遮个新的朋友，等下礼拜结束了后，咱去咱的贵宾室，互咱做进一步的介绍甲接待。好，多谢。今日起日来吟上营508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吟诗了，请蔡牧师同咱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感动，夫妻相通，常常甲恁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庙岛谢文强受差遣。